領事館示威係美國嘅領事都唔俾簽證，我最近先攞到，經過抗議喺日本領事館嗰度示威，為咗保釣，直頭係冇辦法去日本到而家都。你同唔同意咧？示威其實個後果咧，就比唔起呢個司法程序嘅，因為示威咧你可以遊行示威嘅人哋可以唔睇唔聽喎，咁但係咧你進行司法程序嘅時候咧，人哋係一定要答你或者同你講數，所以咧我哋個會咧就比較中意咧係呢個司法程序嘅，我哋從來未舉行過示威嘅。好，兩個會唔會應？唔會應嘅話 ，full stop。full stop 好，咁我而家就開始新嘅一頁。台下邊位想發言？請你示意。我有同事係交咪俾你。好，呢位，麻煩你有20秒嘅時間開始計時。我想問下龐愛蘭咧，我哋選一個議員出嚟咧，唔係叫佢照稿讀書啊。剛才柯耀林問你個問題嘅時候，你有備而戰，照住稿嚟讀，你冇乜 integrity 咯，我覺得。點解你有迴避你親中嘅立場啫？你係咪想欺騙選民、蒙蔽選民啊？請坦白回答，唔好睇稿。好，龐愛蘭，我想重申我係一個獨立嘅候選人，清清楚楚已經講完啦。希望咧民主派唔好用呢一手法咧。係去攞票啦！好，第二位現場，第二位，黃成智先生你好，就你帶莫兆麟參選啊，我會假設你係想提攜黨內嘅新一代。咁我想問下啦，如果我選民想投俾你哋民主黨，咁究竟我應該投俾黃成智啊，定係投俾任啟邦？請你正面回答我名字，唔該。好，鄭家富，青學團隊。對唔住，黃成智。係民主黨咧，依家分咗兩個團隊。民主黨喺過去咧，我哋得嘅票率咧係20%幾以上嘅。如果咧各位西日東選民咧能夠可以咧平均分配支持民主黨嘅黨員嘅話咧，我哋兩個都能夠贏。黃成智同鄭家富咧都係一定可以當選。不過咧，我哋絕對唔會好似咧民建聯咁樣咧，即係孭住啊陳克勤啦，同埋咧就即係餵奶咁嘅形式咧，陳克勤完全冇表現㗎。咁但係咧，佢可以咁樣就入到立法會，入到立法會先慢慢培訓嘅話咧，其實浪費緊我哋公帑，同埋咧嘥緊我哋市民嗰個資源，仲有咧係市民嘅權益係受唔到保障，所以我希望各位選民咧，請你支持我哋民主黨兩隊齊上立法會。台下仲有冇？台下仲有冇好。20秒。我想問下劉江華咧，因為我哋耀安村咧賣嗰陣時咧，個村政府咧都要維修好先賣嘅，但係耀安村咧就冇維修到咧，你又要我哋去買，我哋應承我話慢慢爭取，到而家乜嘢爛咗啦，要我哋攞錢出嚟。我問你今年而家你時間夠，唔好意思，劉江華有冇回應？維修嘅問題咧，就房委會係俾咗筆基金。咁啊，大概係幾千萬。咁而家咧，我相信咧，法團咧係會逐步做一個維修工作。不過，我想回應翻阿黃成智講阿陳克勤，佢多次論壇咧都攻擊陳克勤，其實呢個唔公平。我係咪事實嚟㗎？民建聯咧，我哋係咪事實係銳意係栽培我哋年青嘅新一代。陳克勤做過啲乜咧？32歲，係一個碩士嘅，佢係既選過民選嘅區議員。亦都喺政府做過，完全有資格可以做立法會。請大家俾機會佢。支持劉江華，支持陳克勤。江家華先。我係江家華8號啊！我想轉個話題，我想問一問阿劉江華議員咧，佢喺今次選舉咧口口聲聲就話要停止爭拗，但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喺呢個竊聽條例嗰時候咧。就泛民主派包括我哋公民黨特別係提出咗咧超過200條咧修訂嘅條文嘅，你喺議會度好豪氣咁講，一條不能過，甚至乎包括咧一啲改善條文嘅一啲英文文法寫得唔妥當嘅修訂咧，你都唔俾佢過。嗱，你喺議會度咁霸道，你喺選舉期間又話要停止爭拗，我驚嘅咧就係話外界如果有23條立法咧，你會唔會係繼續用咁霸道嘅態度咧去通過23條？如果係咧，你聽我講埋先。如果係咧，你叫選民點樣喺審議嘅階段，我嘅出席率比你高，呢個第一。我諗你講錯啦，我由頭到尾都喺度啊，我發言最多。如果你睇翻記錄咧，我發言好多。
聽我講埋，我淨係靜心聽你講。喺審議委員會，大家都係提出咗大概係100幾200個修訂，大家有共識，我哋有提，你都有提，我哋有支持你，你亦都有支持我，嗰啲咪由政府提出嚟咪通過咯。但係有啲係冇共識嘅話，我哋咪反對啦。呢個咪就係是其是，非其非咯。再講，你話霸道，阿湯家驊，你本身喺法官嘅問題，法官大家市民，你認為應唔應該要有政黨嘅背景呢？我就會反對。但係湯家驊係完全支持法官係有政黨背景，而且嗰啲法官係公民黨嘅背景啊！你話佢公唔公道？我想你可唔可以答我頭先嘅問題咧？喺23條立法，你答定唔答？嗰度嘢先聽我解咗啦。法官你解釋我話，我問你先，你答唔答23條？逼切嘅，23條唔逼切嘅。你講法官問題好嘛？法官咧有政黨問題係冇問題。點解有政黨背景？李國麟大法官咧都話係冇問題嘅，但係咧佢話咧就係話喺法官喺執行呢個公職嘅時候咧，就唔應該俾一啲又偏袒政黨嘅形象俾香港人見到，所以係冇問題嘅。但係我仍然都想問你23條問題。你一方面就話司法要獨立，另外一方面你啲法官就有公民黨做背景，乜嘢司法獨立啊？你係咪覺得我哋香港法官係唔得稱啊？你會唔會請求你公民黨嘅背景嘅員就係推黨，唔好再做法官啦？你可唔可以話你而家係咪話香港法官唔得公正？我想問佢哋嘅問題，你而家係咪話香港法官唔得公正？香港法官好公正，但係如果有政黨背景，特別係有公民黨背景，就不公正。我反對嘅。呢個時候，我想交翻俾台下。請問邊一位想發言？台下，你有20秒嘅時間。唔該晒，我就想問下公民黨湯家驊，你成日話咧喺扶貧工作上做過呢樣嗰樣，但係我都唔知你做咗啲乜嘅。咁究竟你喺扶貧上面咧有啲咩貢獻嘅？我湯家驊你好，多謝呢個提問。不過咧就立法會嘅工作好多時候咧就傳媒唔會報導嘅。過去4年咧，我係唯一一個議員咧係做咗3份嘅扶貧報告，關於北區嘅扶貧嘅問題，包括天水圍、屯門同埋元朗。雖然唔係我選區，我仍然都係即係好關注嘅。我做咗長者、婦女同埋青少年嘅報告，特別青少年嘅報告咧，我係政府提出咧要有跨區嘅交通津貼。我經過1年嘅時間咧，係說服咗政府咧係提出呢個建議。我哋而家係爭取緊咧同區嘅交通津貼同埋全區交通津貼。好，2號蕭思光舉嘅手。我係蕭思光。頭先10號講嘅法官嘅問題，我係絕對支持佢哋嘅，因為香港咧係普通法嘅地區，根據普通法咧，公正咧唔單止係要履行㗎，而且咧係要被睇到嘅履行，先至係完得。咁咧啲法官咧有政黨背景，佢可能好公正喎。咁但係咧，而家咧有啲人有懷疑啦，譬如10號咁樣已經講出嚟啦，有懷疑嘅時候咧，咁喺普通法嚟講咧，呢樣嘢係唔應該成立嘅，所以我係支持10號。好，7號同埋3號都舉手，7號先。我想問一問咧，民建聯嘅陳克勤，我係任啟邦啊。你哋喺陳克勤咧，你喺04年咧就輸咗區議會嘅時候咧，就走咗入政府做局長助理，又離棄咗馬鞍山嘅街坊。我想問你點樣向馬鞍山嘅街坊交代？任啟邦，我就算輸咗咧，我都喺地區裏面繼續服務市民。我係互助委員會嘅顧問，業主立案法團嘅顧問。相反咧，何淑萍輸咗之後咧，一次都冇翻過村度為市民。你喺政府裏面攞7萬幾蚊人工。你嗰100幾萬，你做咗乜嘢啊？你話劉江華話要和諧社會，但係你喺議會裏邊爭取唔到生果金嘅1000蚊，我哋點樣做啊？月台幕門，你唔爭取去立法，你唔爭取去立法興建月台幕門，市民嘅生命受到威脅，呢個你點樣解釋啊？陳克勤，民建聯咧做地區工作同埋做改善民生嘅工作係全港出名嘅，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出名啊！好，3號劉偉興。我都想問下陳克勤咧，你自己都話咧，其實你做特首辦助理嘅時候咧，就咩都做唔到嘅，因為有啲嘢你講咗都冇人聽嘅，所以咧
望插水。